大家好，歡迎收睇今晚嘅環球金融快線。今晚繼續有我林敏婷同黃 Sir 黃冠一齊主持節目㗎。Hello， 黃 Sir 你好。你好 Lisa。你好。嗱，我哋第一節咧會先講下美國延長失業救濟方案啊，變成咗兩黨之爭嘅。咁好在咧，總統奧巴馬最後力挽狂瀾，最終方案咧應該係會獲得通過。而廣告之後翻嚟就會講下英國首相卡梅倫咧國事訪問美國嘅期間，英美兩國咧互送大禮，顯示到咧兩國有意重建嘅夥伴關係，比想象中咧仲要親密㗎。呢個時候咧，先睇睇啲美國嘅經濟數據啦。嗱，美國按揭貸款申請活動指數咧升到去9個半月嘅高位。美國按揭貸款銀行協會公佈，截至7月16號為止嘅一個禮拜，按揭貸款申請活動指數咧就比上一個星期升咗7.6%。咁指數咧就係舊年10月初以嚟最高㗎。而期內嘅購房指數比上一個星期升3.4%，再融資指數咧就升8.6%。咁再睇下啲美國嘅公司業績啦。嗱，公佈咗業績嘅咧就有大摩啦，咁啊受惠於交易收入係多過預期啦，第二季嘅業績就可以轉虧為盈，賺19億6千萬美元嘅，每股盈利有1.09美元。如果扣除一次性嘅項目咧，每股核心盈利就有80美仙，咁啊好過市場預期㗎。而富國銀行第二季嘅盈利按年呢就係跌咗3.4%，賺30億6千萬美元，每股盈利就有55美仙，亦都係好過市場預期。而期內嘅信貸虧損呢減少咗1成6嘅，去到44億9千萬美元。另外公佈業績嘅咧有可口可樂，咁第二季咧按年嘅盈利咧升1成6，賺23億7千萬美元嘅，每股盈利就係1.02美元，好過市場預期。而期內嘅經營收入咧升大約半成，咪去到86億7千萬美元嘅。咪即係睇埋美股嘅表現啦。嗱，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咧都繼續可以靠穩，升15點，報10,245點。咁標普500指數咧就升唔夠1點嘅，做緊1084點嘅。嗱，見到琴日個美股咧，黃 Sir 就開市嗰陣咧就係一度咧就要跌啦，但係尾市都咬翻上去。嗱，琴日高盛嗰份業績咧就幾令市場失望啦。咁但係今日出到嚟嗰啲即係大行業績，好似大摩啊咁，都好似有啲驚喜喎。係啦，嗱，琴日咧就原來開市嗰個位咧就係全日低位嚟嘅。咁咧就一路都上去啦，臨尾市仲飆高到高收呢個75點添嚇。咁啊高盛個業績咧就唔靚嘅，咁我哋都解釋咗點解唔靚。咁所以呢個市啊飆個市咧就反而咧低開咧就高收。今日開出嚟大摩咧就靚嘅嚇，因為點解咧？佢淨係一個 stock trading 嗰個咧。按年上升咗82%咧，咁呢度咧比高盛咧就即係叻咗好多，因為高盛嗰個 stock trading 咧係跌嘅，跌40幾個 percent 嘅啊。咁啊，大家 FICC 咧炒嘢嗰度咧就呢個大摩咧，亦都係叻過高盛嘅。咁啊，財富管理又好，其他啲都冇乜太大分別咧，但賺2-3億嘅啫。咁啊，呢樣嘢咧就即係奇奇怪怪啦。你信唔信即係？呢個高盛會炒輸大摩咧，我就唔係好信呢樣嘢。不過如果係咁睇咧，就可能咧今日同可能有機會同琴日相反，琴日整個衰數據出嚟，即係唔好嘅業績出嚟咧，就低開高收。今日唔知會唔會高開低收啦嚇。個市最近都比較難估啲，不過市場咧就好似好收貨咁啊。而家大摩出咗份業績之後咧，股價咧升成1成咁多啊。嗱，另外咧，今晚值得留意嘅就係有聯儲局主席伯南克咧，會喺今晚嘅時間凌晨2點啦，喺國會交代半年度嘅報告㗎。咁市場咧都留意住啦，儲局係咪有啲即係新嘅刺激經濟措施啊，或者一個新嘅貨幣政策個傾向嘅。咁呢個時候咧睇埋歐洲股市方面啦。咁三大股市咧最新都可以向上嘅。英國富時100指數升87點，報5226點。咁法國 CAC 指數升47點，報3515點。而德國 DAX 指數咧就上翻6000點樓上，咁升緊43點嘅。嗱，其實美國方面咧，即係總統奧巴馬上任之後咧，都面對好多棘手嘅問題。嗱，之前佢係通過咗個醫改啦，今日咧又正式會簽一個金融改革法案，但係仲有更加棘手嘅問題咧，就係個失業嘅問題。因為之前咧美國即係對一啲失業超過半年嘅援助咧，就係到咗期㗎啦。嗱，奧巴馬咧就想爭取延長啦，但係應該今日咧都可以喺參眾兩院度通過啊。
係啊，嗱醫改咧就有好多爭議嘅，不過都通過咗啦，因為呢個係標變咗係法案啦。金融改革咧，我哋都話咧變咗樣嘅金融改革，我叫佢做 Big Escape 嘅金融改革，即係俾啲銀行走甩放生嘅金融改革。咁都唔緊要，最緊要你肯做啫嚇，起碼都即係嚇人有啲阻嚇作用啦。咁咧就面對咧就係即係呢個民生嘅問題啦，真係呢個就業問題。咁其實咧過去咧呢個奧巴馬都用咗美國用政府用好多錢㗎啦，嗱，例如咧就嗰個 ALRA 即係所謂嘅環球經濟方案嗰度咧，嗰度總共應用咗8620億咧，就挽回咗超過300萬份嘅職位㗎啦嚇。咁咧就另外咧經濟政策學院咧，佢哋提供額外失業福利咧，就令到嗰個大概1500幾億咧，就令到 GDP 升咗提升咗1.7%咧，嗰度亦都救翻成170萬個職位㗎啦嚇。咁啊，仲有咧就係話，政府從額外嘅經濟活動裏邊咧，佢亦都因為咁樣做而攞翻嗰900，即係攞翻咗900幾億嘅稅收嘅。咁啊延長失業到11月咧，就今日咧就即係關鍵性啦。如果佢通過嘅話咧，蝕資咧就大概係340億度。咁其實咧就美國咧嗰個失業率雖然而家由9.7係跌落去9.5啫，咁但係咧就已經有好多其實有好多人 drop out 咗嘅，即係放棄咗揾工嘅。咁所以佢失業率咧，其實我哋講過咧係去到成17-8%先啱嘅。如果佢再唔做嘢嘅話嚇，即係之前做咗，再加埋而家做嘅。好啦，我哋睇睇失業嘅數字咧，就係呢個1500萬啦，就近一半。失業過半年嘅咧，就已經有成半啦，係嘛？咁咧就長期失業嗰啲咧，就係40年代以嚟咧最高，有紀錄以嚟最高噶啦嚇。咁啊有1/4咧就失業超過1年嘅，咁你超過1年你點樣失業率佢已經 drop out 咗，唔計你數噶啦。咁啊但係咧上次記唔記得咧就呢個共和黨就否決咗呢個失業嘅救濟，咁嗰度咧就大概係250萬人咧喺6月嘅時候咧開始失去咗失業救援噶啦嚇。咁我哋睇咧失業嚴重嘅州份咧，超過10% 以上嘅咧，就內華達州咧就14.2%，呢個有紀錄以嚟最高噶啦，咁佢係排第一位嘅。跟住密歇根咧就13.2%，加州12.3%，呢個Rhode Island 啦羅德島咧就12%嚇，佛羅里達州都11.4%。即係整體嗰個失業率數字實完全反映唔到美國咧其他州份一啲嘅情況嘅。但係其實如果呢250萬人咧，即係佢哋究竟仲有冇錢開飯咧，都好睇呢個民主黨咧，就係能唔能夠喺呢一個參議院嗰度通過到呢個方案啦。但係而家民主黨喺參議院咧就唔夠60席啦，咁啊本來呢個方案咧都有機會俾共和黨可以 block 到嘅，但係最後關頭啊，但係奧巴馬都可以箍夠票喎。冇錯啦，嗱眾議院大家都知道咧，就係喺民主黨控制之下嘅，咁但係參議院咧就辛苦啲啦，因為而家咧民主黨咧麻省我失去咗之後咧，咁啊又有老黨員嗰啲死咗啦，咁變咗咧就佢而家得57席嘅啫嚇，咁但係咧啱咧就補翻呢個西維珍尼亞嗰個議員阿 Kat Goodwin 咧，就替咗即係去世嗰個老議員阿 Robert Byrd 啊，咁啊就又多咗一席啦，咁民主黨咧但係有一席咧佢又去呢個反對喎，呢個整一叛徒嚟嘅，最需要佢嗰陣時佢又走咗去，咁咧就共和黨咧就捉翻2票翻嚟，佢係倒戈嘅，一個 Susan Collins 同埋 Olympia Snowe，咁呢兩個咧就喺共和黨捉翻過嚟，呢個究竟係游說成功啦定係無間道咧，就真係唔知啦嚇。咁啊有2張獨立票，因為獨立票係好重要嘅，而家2張獨立票就支持啱啱夠60票嚇，應該係可以通過嘅。真係啱啱好夠票通過咋嗱。其實咧，奧巴馬今晚咧都好忙下，因為佢咧又要簽咗個金融改革方案啦，又要咧簽呢個延長失業嘅救助法案嗱。不過咧，即係忙唔緊要啦，即係最緊要就係幫到嗰啲即係冇嘢做，但係又冇錢開飯嘅人，又可以幫埋自己拉票啊。係啊，嗱，奧巴馬咧就即係喺呢一個就業呢一個議題上邊咧，佢係即係有啲勞氣嘅講出嚟嚇，因為點解咧？前一朝嘅人做出嚟嘅，令到咧所有嘅when the shit hits the fan 搞到亂晒龍嘅時候咧，就佢要孭呢個鑊。不過作為一個總統有承擔咧，係唔會賴人哋，佢啫嘛，唔係我，咁你上嚟做乜嘢咧？係咪先嚇？咁所以咧，佢有時講啲嘢咧，大家都要斟酌下，佢就係有少少勞氣之餘咧，佢有啲正氣嘅又嚇。嗱，佢咧就話係時候做嘅嘢咧，唔係為選舉，係為中產，即係講緊就業啊。佢話 It's time to do what is right。Not for the next election, but for the middle class 嚇。咁即係其實佢因為你知道咧，民主黨通常都係
對中下層嗰啲比較好啲嘅嚇，middle class 佢咧就係會